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6日，诗篇97篇1节到2节安尼讲：耶和华做王，地就快乐，众海事就欢喜，密云甲黑暗伫伊的四围，义理甲公平是伊宝座的地基。三角来祈祷，用义理甲公平做宝座的地基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你用能力创造地，也创造人伫地上。你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展开这个天。主啊！万物对你来创造，竟也受创造的，无一项毋是对你来创造。主啊，你的神创造阮，你的开，互阮得到我。主啊，大水泛滥的时，你坐伫做王，你要做阮的王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，你要赏赐快乐，互你的百姓。你要用平安祝福你的子民，你做王，地要快乐，众海事要欢喜，密云甲黑暗伫你的四围。义理甲公平是你宝座的地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